荒漠甘泉4月4日，列王記下6章17節，以利沙禱告說：耶和華啊，求你開這少年人的眼目，使他能看見。呢一個禱告對我哋同埋周遭嘅人係非常之重要，因為喺我哋嘅四圍同埋當日先知嘅情景係一樣嘅，都係有戰車馬駒等待住領我哋進入榮耀嘅勝利裏邊。當我哋嘅眼目開啟之後，我哋就能夠睇到生活中所有嘅事情，無論大小，無論順逆，都有一輛帶領我哋進入勝利嘅火箭車。事實上，我哋所遭遇嘅任何一件事都可以變作火箭車嘅。相反，如果我哋嘅信心太微小嘅話，呢一輛嘅戰車反而就成為一輛壓垮我哋嘅車。其實我哋係可以選擇點樣去睇嗰件事，無論事情嘅大小，我哋都可以決定係點樣去面對。當困難嚟到嘅時候，我哋係選擇躺下來俾問題壓垮，定係願意將個問題交喺上帝嘅火箭車嗰度，讓我哋坐喺上邊，讓神帶領我哋進入勝利呢？神係唔會縱容一個被壓傷嘅靈魂，因此仇敵嘅詭計就係盡佢嘅力，將神嘅子民推入絕望嘅境地嗰度。一支垂頭喪氣嘅軍隊出去打仗，結果一定係慘敗嘅。我哋要留心啊，要知道仇敵係點樣攻擊我哋嘅心靈，並且要知道點樣去抵擋佢。要當心，唔好俾仇敵打敗。我哋唔可以失去勝利嘅歡呼。我哋要站穩我哋嘅陣地，靠着上帝嘅火箭車得勝。願神祝福你。